好，日本足球代表嚟到日本東京國立競技場，佢買件日本隊波衫啊！話晒都住喺日本東京，自己人。國立競技場今日日本代表嘅誓師大會，亦都係吉田麻也嘅告別引去。日本代表街。男又換，女又換啦，呢啲就係愛國情懷。而家我哋香港都有嘅。日本東京國立競技場，今日日本代表誓師大會，世界之頂峰足球小將嘅漫畫有冇機會實現呢？我見到今日大部分日本自己當地球迷唔會分你嚟自本州、九州、北海道四國，總之就入場撐。當然我哋住喺日本嘅外國人都會入嚟撐啦。今日嘅海報啊，日本對冰島國立競技場。而家變獎章就係吉田麻也告別啊！雙方列隊歡迎告別引退呢個吉田麻也。日本立個唔知韓馬公路前隊長吉田麻也都感動落去，接棒啊！